玫瑰聖母係一幅不可多得嘅畫作，動作同平衡之間係有種張力，要膝頭同肩膊好似畫中聖母咁，以咁嘅角度朝向不同方向，其實唔容易。佢咁做係將聖母嘅百感交集變得戲劇化。佢個仔細小嘅基督對佢嘅任務好興奮，但係同樣佢希望保護個仔免受傷害。而喺背景嘅約瑟就安定得多。拉斐爾係特登選擇令呢個人物幾乎有些少失焦，嗰啲好靚嘅油彩細節，例如喺聖母嘅頭上畫上一層層嘅頭紗，好似係流動緊咁，但係就呈半透明，係好高超嘅繪畫技巧。喺拉斐爾最偉大嘅作品之中，你可以見到佢係幾咁中意繪畫，仲有色彩同光。有一日，拉斐爾接到儒略二世，即係良十世前一任教宗嘅邀請，要佢前往羅馬。呢日可能係佢一生中最重要嘅一日。拉斐爾當時25歲，而羅馬絕對係一個非去不可嘅地方。儒略二世希望可以振興教宗嘅權力，於是加強藝術上嘅贊助，為工匠、建築師、藝術家開啟咗前所未有嘅機會。俾拉斐爾嘅委託係屬於最高級別，就係裝飾梵蒂岡一啲最重要嘅房間。要好好運先至有呢啲咁難得嘅機會，得到教宗儒略二世賞識，肯定佢藏落去，唔係天生就會成為梵蒂岡房間嘅創作者。但係事實上，當時嘅梵蒂岡係需要打造一個可以配合佢嘅政治角色而建設同發展嘅首府。而拉斐爾演繹呢一種慾望嘅能力，其實由佢踏足羅馬嘅嗰一刻開始，就已經係如魚得水。基督教帝國既係延續，但同時亦都係反映咗羅馬帝國。唔單止係羅馬皇帝一個人，而係所有羅馬人普遍會投放資源喺藝術，仲會投放資源喺建築、裝飾。總之就喺文化方面，現今嘅我哋的確係好難想像到。當然，咁就其實係權力嘅表現。而我認為教宗喺好多方面嚟講，當時佢都係羅馬皇帝嘅化身，因為佢哋披上咗皇權嘅外衣，喺好多方面佢哋都模仿緊皇帝，係模仿緊皇帝對呈現權力嘅定義。所以，假如你希望自己睇落好似係一個成功嘅教宗，係咁你就將自己表現到好似一位偉大皇帝嘅化身。儒略二世用呢個名嚟做自己嘅稱號並非偶然，因為佢係模仿緊古代嘅凱撒，佢想成為皇帝，而其中一個去成就自己嘅最好辦法，就係表示我回復翻羅馬昔日嘅光輝，一樣係過去咁多代都忽視咗嘅。儒略二世委託拉斐爾用壁畫嚟裝飾，佢用嚟做私人書房同圖書館嘅房間。呢個任務
比拉斐爾之前所做嘅更重大，而且更具野心。佢好快就延伸到隔離嗰啲房，今日全部統稱做拉斐爾房間或者拉斐爾室。梵蒂岡用拉斐爾佢個名嚟命名，於是佢哋被稱為梵蒂岡嘅拉斐爾室。咁樣做當然係好有意思，因為儒略二世同良十世佢哋當時嘅委託就係呢啲房間背後嘅起源。假如要我諗，喺藝術同靈性方面都好特別嘅時刻，我會諗起佢哋嘅時代。當你嚟到梵蒂岡嘅拉斐爾室，你首先會抵達火災間呢間房，描繪咗博爾戈火災。然後你會去到基要室，亦即係第二間房，你會見到四面牆同天花上不同嘅題材，係拉斐爾最為人熟悉嘅壁畫雅典學院。另一邊係聖禮的爭辯，仲有帕納索斯山。然後你就會去到克略多洛廳，佢或者會被認為係拉斐爾喺藝術最不可思議同最快樂嘅時候。以光線嚟講，以宮廷畫像嘅規模嚟講，都會咁認為。之後係君士坦丁大廳，呢個係第四大嘅大廳。拉斐爾喺呢度展示咗君士坦丁大帝歸順嘅歷史，另外仲有君士坦丁擊敗馬克森提烏斯大戰嘅場面。呢個亦都係後嚟大戰場面嘅典範。18以及19世紀嘅大戰場面都係以呢場偉大嘅戰役做基礎。我哋係啱啱修復好呢度，的確係好不可思議，係獨一無二嘅時代，奉獻俾藝術，奉獻俾靈性同埋美麗嘅事物。等我哋帶你去旅行，邊玩邊沙田，咁加麻煩好靚。台慶中藝大亞飛看世界11月24號起，星期1至5晚10點半，翡翠台。頭先3個僆仔都氹得我幾開心。不過阿姐，你最佳嘅女伴始終都係我呢個最佳伴侶。第15屆全國運動會抗疫席捲全城 ，TVB 緊貼比賽現場，為你全程直擊，以下星場同步聯播。人生就係不斷嘅戰鬥，命運之神就係你嘅假想敵。為自己爭取幸福，為求目的就要不擇手段。我唔需要其他人，我只係靠我自己。除咗有天使之外，仲有毀滅你嘅魔鬼。為別人而戰，更需要一種執着同堅持。每個職員會各司其職，面對不可抗力嘅挑戰。我可以同你哋一齊並肩作戰，警惡懲奸。TVB 2026八大王牌劇集，超越人生，戰意高昂。仲要唔要查？你嗰隻杯喺邊度買嘅？喺臨平記隔離嗰間家居品店。嗰個深乜嗰間？係啊。嗰陣時嘅梵蒂岡係咪啊？係歷史上最非同凡響嘅建築地盤。買啊，買幾隻啊嘛，買1隻。而當時喺拉斐爾隔離間你仲房嘅要查？係文藝復興嘅另一位天才唔會啦，米高安哲羅。啦。我就都話嗰隻杯靚啊，好少有嗰啲賣啊。佢忙緊繪畫西斯丁教堂嘅天花板，而且亦係受教宗儒略二世嘅委託。呢兩個藝術家曾經係朋友，而家都對對方有咗戒心。拉斐爾同米高安哲羅喺1508年都獲得最重要嘅教宗委託，係儒略二世當時下令委託。